54. 跳格的，跳格的之前要先到天内方挖格的。55. 跳绳的，跳绳的要注意莫讲到。56. 跳舞，向下跳舞。57. 天阳，佢逐禮拜都去看天陽。伊每禮拜都去看天陽。58. 圖書館，入去圖書館愛寫生。59. 讀書係讀唔來，就去做事。60. 讀書，啲健康讀書，佢拄好愛去讀書。61. 文章，寫文章。62. 心得，練習過後愛交心得。63. 新聞，看新聞。64. 相片，毋過翕幾張相片來看。65. 照相局，63啲嘅照相局。6個人睇嘅照相局。66. 主持，也節目係乜人主持嘅。67. 主角，寄出去嘅主角高甜甜咧。